哎，艾美，你刚才看到我走过去吗？看到了呀，怎么了？啊，那你是不是近视呀？没有，怎么了？不近视啊？那你怎么看不出来我喜欢你？有不一样的地方吗？我手哪不一样啊？因为是我猜墨的时候。哎，美女，哎，请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哎，你的腿怎么跟别人走路不一样啊？有什么不一样的吗？就是别人走在路上，而你却走在我心上啊。啊？那我的腿还有更不一样的，你想尝试一下吗？是怎么尝试呀？等我一下，艾美，你一个人逛街吗？就我可以问你一下吗？你觉得咱俩有什么不同？跟你吗？对啊。你是男生，我是女生呀。不，我觉得咱俩不同的就是你可以有很多女朋友，而我就只能有一个，那就是你。艾美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看完你之后，我觉得我今天晚上回到家绝对会做噩梦。是因为我很难看。不，是因为没有你的梦，全都是噩梦。哎，我觉得可以跟你交朋友，加个微信。来个拥抱好吗？哎，美女 ，Hello， 哇，美女，你好漂亮！你一个人逛街吗？对呀。你是不是上过那个《非诚勿扰》？没有啊。没有吗？没有。那我看你怎么特别像里边的那个女嘉宾呢？是常驻女嘉宾吗？不对，是我的心动女神。那我问你一下，你知道什么时候看星空最美吗？看星空肯定是晚上呀。不对，是我在你身边的时候。哇！天亮以前说再见，笑着泪流满面，去迎接云开走，我带你去看。更好的明天，昙花若只。Hello， 美女，嗨，美女，你在等朋友吗？对。你是不是一会儿要去玩？对，我可以问你一下吗？就是你最近做的最奢侈的一件事是什么？最奢侈。买了一个包。那你知道我做的最奢侈的一件事是什么吗？不知道是什么？就是我用了20多年换来今天与你相遇。艾美，我问一下，你觉得重要这个词是在你这儿怎么理解？对，买个包就很重要。最近买了个包很重要。我觉得重要这个词还有一个理解就是。不管你多重，我都要。那个可以跟你交个朋友吗？加个微信。可以来个拥抱吗？我觉得重要这个词还有一个理解就是，不管你多重，我都要。